今仔日受到这东北季风和辐射冷却影响，各地头有较凉冷。不过明仔载晚倒的时阵就开始变较烧热啊。气象署也指出讲，这礼拜还有2阵的东北季风，早暗会较冷，西半部和东北部的低温呢会伫咧13度到15度的范围。另外讲到落雨的部分，北部、东北部因为是伫咧正方面，比较较高落雨。元旦受到第一阵东北季风和辐射冷却的影响，各地透早有较冷。气象署嘛指出，初日透早因为受辐射冷却的影响，台南以北、宜兰和花莲平地有原会有12度左右的上低温，不过晚到气温就会当烧落。气象署表示，这礼拜各有2阵东北季风，第2阵自拜三开始影响到拜五，然后第3阵是按礼拜开始，尤其北部、东北部关低温变化较大。打未来一周的话，各地的低温，尤其是在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北部，大致上是介于13到15度这个范围。北部的跟东北部的天气变化是比较快速，高低温的温度的起伏会比较大一点。气象署指出，这届3阵冷空气强度大约伫东北季风和冷气团之间，早暗会较冷，民众出门都要加套衫。另外，伫咧正风的北部、东部，除了冷嘛，因为拜三礼拜这2阵东北季风的关系，较会落雨，也那中南部是较无受影响。明天的话，水汽是明显的偏少，所以明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，只有在东北部跟东部地区有点零星的降雨。那到了周3，东北季风增强之后，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会再度提高，转为有局部短暂雨的一个天气。之后的话，尤其可能周6的比较偏晚上之后，北部的降雨几率会慢慢逐渐的提高。最后，气象署嘛提醒讲，拜5、拜6暗时和透早，中部以北因为受辐射冷却的影响，造成关节温差较大，较会打蒙影响到视线，民众出门都要加注意安全。记者卢尚如、张玉瑞台北报道。